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神所造的梦。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神所造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神所造的梦。我们现在要让爱走动，所以我们要请大家一起去请安，然后跟对方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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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神所造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神所造的梦，绽放阳光，编织神所造的梦。将一切赞美献给神。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继续用我们真诚及感恩的心来敬拜神。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走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必充满赞美，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是的，我们的嘴要充满赞美，要邀请大家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尊贵荣耀的神，我们神是配得我们一切赞美的神，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他。主，我们要来赞美你，你是那值得称谢的神，你是那配得赞美的神。主，何等的恩典！谢谢你在孩子身上拣选孩子，让我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使用我，让我来与你同工共事。主啊，你的荣耀、尊贵、恩典让我们主你的宝座设立在那里，让我们来师父来敬拜你。就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在我们的当中，主你是那配得称谢的神。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我们在黑暗中祈求，就有光指引着我们，我们敲门就必寻见。主，你是配得大赞美的神，我们渴望与你更亲近。愿你打开天的窗门，悦纳我们的赞美，愿我们的祷告如香陈列在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没有
是天君屈膝，夫妇敬拜在你宝座前，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愿你充满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地，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我们只要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地，在这地。愿我的祷告如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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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在你面前。我们继续来赞美，继续来祷告。我们接下来是母亲节，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母亲，为我们的太太，为我们的姐妹，为我们身边已经当母亲的人祷告。好吧，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谢谢你的接受，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爱，谢谢你有母亲在生我们，生我们主啊，谢谢你来救助母亲来抚养我们，来教导我们，谢谢你来如同我们的母亲一样，谢谢你赞美这样子的荣耀的，求你来主啊，我们在现在美丽当中，超样的母亲来赞美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是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是照着神的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我们为天下我们在你的赞美，谢谢你在你当中，哈利路亚，在每一位母亲的里面，哈利路亚。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愿你充满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地，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我们只要你的荣耀，你的同在在这地，在这地。是的，天父上帝，谢谢你降下了雨水，降下了甘霖，滋润这块土地。虽然雨水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像是泪水，虽然雨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像是汗水，但是这一切你说流泪撒种的要欢呼收割。主啊，让我们知道上帝你的圣灵要像甘霖充满这地，要让圣灵充满每个人心中。你说新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江河的圣灵来。主啊，外面的雨下的越大，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更大。主啊，愿你洗净我们的心灵，愿你洗去我们身上一切的罪、一切的灰尘、一切的疲惫，让主耶稣的宝血再次来遮盖我们每一个人。
主，我们把今天也是这个月份的祷告会带到上帝你的面前，我们用行动，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到你的院宇当中。不论我们是来到教会现场，或是我们在线上的参加，都求神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献上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献上我们在主面前的敬拜，愿我们的祷告如香，能够到陈列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的雨下得很大，那本来牧师还想要请小组长发讯息说，今天晚上的祷告会不是要暂停说鼓励大家在线上参加就好。不过今天看到我们现场还是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来参加先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感谢主。那也很感动，大家都能够愿意来到教会当中，也让我们能够在一整天的雨水当中，我们能够用祷告来亲近神。那在今天我们有2位要见证分享，一位是教会邀请，是我们敬拜部门邀请；一位是自己争取，大家希望他也能够利用今天的祷告会来跟大家来见证分享。好，那我们先请这个丽玲姐妹是我们的敬拜部门来邀请丽玲姐来到我们当中。她是去年8月份来到教会，带着她的妈妈舅舅，那她舅舅显文也在今年的1月来受洗好，感谢主，我们拍手来欢迎丽玲姐来见证分享。这个回音可以再小一点吗？回音。牧师、各位长职、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我是台一区多家小组的吴丽丽姐妹，非常的开心。昨天晚上我还在国外，今天我就可以站在这里来为主做见证分享。感谢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个温馨感恩的母亲节前夕，我可以在这边来尊荣感谢我的母亲。也来分享神在我跟母亲当中的一个作为。我是生长在一个很贫困的佃农的大家庭。我妈妈呢，她是来我家当童养媳，童养媳的身份非常的卑微，那就是要不断的工作，就像一个没有薪水的长工。我从小看着母亲。他被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也做不完的家事、田里的事、养猪、养鸡，然后呢，他还要一大清早，做完早餐就要摸黑，去拔菜，然后还要挑着菜到很远，我家在国际路，他要挑到内坜的那个军营附近的市场去卖。听说在军营附近的市场会卖得比较好。那妈妈这么辛苦的走了那么远的路，然后去卖菜，她常说没有卖完她不能回家。有时候就算只剩下一条被挑了又挑的丝瓜，别人拿起来又放下去，她还是坚持要把它卖完才能回家。即便是卖完的，她也舍不得，也不敢用那个钱去买一杯豆浆来解渴。所以母亲一直都是这么辛苦的在工作。但是在我们的大家庭里面，母亲她就没有她的地位，包括我们是她的孩子也一样，就没有被公平的对待。举一个例子你知道以前大家庭，然后在乡下，我们洗澡的时候，如果轮到妈妈的孩子或妈妈洗，那个人原来的那一块小小的香皂就要被收起来，我们就只能用那个肥皂来洗澡。就是在很多大小的事上，你都感受到那个很多的不公平。但是妈妈任劳任怨，她从来没有抱怨，她就很顺服的去做所有的事情。我就觉得她是没有感觉嘛。我从小为母亲打抱不平。我就内心里面小小的心灵，从小就立定志向，要为母亲争气，所以我很好强，我很好胜。我也后来也早早的来创业，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说的是，母亲很不容易，因为在一个很贫困的地方，其实佃农他就是看不到钱。那收割了以后呢，都只靠1年的，就是靠那个2次的收割稻子。那平常就是赊欠。那妈妈卖菜的钱呢，就是因为我阿公身体不好，都要换成可能药啊、补品。那所以我们家就一直在赊欠当中。每一次收成了以后，交给地主，然后其他的呢，就是，给爹妈讨，然后就去还那些赊欠的。照理说，他会很爱钱，可是呢，他用闲余的时间呢，他有做手工，以前会做一些加工，贴补家用以外，他也存了一点私房钱。在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正升的初中部。那我的注册费会比国中还要贵一些，国中500块我记得，那我要1500块。导师一直希望我可以去读正式的初中部。那其实我们村落里面的女生大概只有国小毕业就要到工厂去做工，然后来就是赚的钱给家里用。那我妈妈不会这样想，她就希望她的孩子呢都可以多学一点。她说她什么都不懂，她觉得很痛苦，所以她希望我们在学校去给会的人教，因为她什么都不懂，不能教我们。因此，我可以如愿的去读正升的初中部。但是呢，其实，在后来我还是一样，高中毕业，家里还是坚持不让我们继续来就学读大学，我一定要去工作。那我就读了夜间部那你知道我那时候到律师代书事务所上班，我的薪水才3000块。那个在工厂上班因为是做大夜班的，薪水可以1万块，所以我妈就被嘲笑，就像她真的很傻，多让我读了那个6年的书，结果呢，我薪水才人家的一部分呢。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更是要认真卖力的去做我的工作。幸好我真的创业的很早，而且我打丢西基那时候房地产要起飞，民国70几年的时候，因此呢，我就小小的有了成就，我就让我妈妈穿得很漂亮，我就每年让她出国好几次，村里的人呢，就开始羡慕，哎呀，说她好命啊，好气呀，因为女儿这么棒。我在母亲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因为母亲虽然这样，我觉得她非常有智慧，可是她从小，她因为就在那个传统的里面，她一样的就是重男轻女，因此呢，她就会把希望都寄托在儿子的身上。但是其实人生经历是很难说的。那我觉得我为母亲，我非常的认真努力，给她争面子，跟她争气。可是呢，就在我跟母亲的关系，就在我的哥哥姐姐弟弟的身上，因为他们不是那么的顺利，投资失败，经常要赔上很多钱，常常是6位数字、7位数字，甚至8位数字。当母亲的，你就知道，其实她心很痛，那她都觉得有余的应该要帮助缺乏的嘛，我觉得我妈妈好像就是这样一个心情，所以她不断的就是给我压力，苦苦相逼呀，她就不管我能不能承受，因此我在内心里面就埋下那个怨恨，我那个怨恨真的是比那个圣经上的大儿子还要大N倍呀。因此，我跟母亲的关系，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好像很孝顺，我供应她物质上的一切，可是我知道我的内心我不爱她，我甚至真的是怨恨她。我常常希望我如果是一个孤儿多好，我为什么要背负的这么重重担？因此我很不快乐，也很不喜欢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表里不一。
虽然人家夸我，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我是虚假的。就直到有一天，我的房子租给了市府灵粮堂，牧师呢就邀请我到教会，他告诉我教会有圣经读书会。其实我是被骗进去的，那个就是晨祷。那个晨祷呢是8点到10点，可是我曾经在出国的时候，房间里面就摆一本圣经啊，我就翻开来看，那都很小本嘛，字非常的小，那我也看不懂。但我想奇怪了，为什么会看不懂呢？明明就是中文字。那我也很好奇，为什么欧美人士就是一定要读这本，那么喜欢读这本书，可是我居然看不懂。我心里想，我有一天我有空，我一定要好好读这本书。哎，机会来了，牧师居然说是读书会，我就很喜欢读书会嘛，哈，读书会可以分享，我就真的哦，我就在103年，牧师邀请我的时候，我就去读了整整1年，我都没有缺席哦。从早上的8点到10点，我如果出国去看我女儿，我也带着圣经。时差的时候呢，我怕吵到孩子哦，住在饭店，我就会到那个门口啊，靠着那个走廊那个灯啊，我就坐在那个门口，我就读那一天的进度啊。我就想，我一定要把它读完，然后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我因着这样子，我在这里面，我认识了耶稣，知道耶稣的爱，知道上帝的爱。我在不断的读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也曾经拍桌子，怎么要杀这么多人，但是我就说我坚持，我一定要把它读完，而且我不止读了1遍。后来我的心真的是就改变了。我在读完了以后，读了1年，然后教会就有一个什么经历神营会。我想说哦，拍摄我来1年啊，什么活动都没参加，我就8点来，10点匆匆赶回去然后上班。所以我就想说哦好，我就自己主动报名，我参加经历神营会。就在经历神营会的当中，我真的被神的真光来光照我。你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倒下去。我觉得我好坚强的人，我怎么可能？可是就这样，就在那一刻，我在那个真光当中，我突然真的是觉得我需要依靠，我不要靠自己，我不要紧紧抓住的就是自己，我就是要来投靠这位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耶稣。所以也在那个时候，我就在104年的10月25号，我就主动自己要受洗。我说我喜欢，我要成为基督徒，我要让上帝成为我的父亲，就是我的天父。那我在里面，在很多的经节里面都非常的感动我，所以就在市府灵粮堂里面，我受洗之后，我也很认真的、紧紧的再来跟随啊，不管是主日，不管是小组，不管是代祷班，就很多的课程哈，我都不断的去装备自己。然后因为我很渴慕更多来认识这位神，要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我也从此改变，我要去签约，我要去谈案子，我要去做什么的时候，凡事我都先祷告。祷告了以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得到力量，我也真的得到智慧。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想出那个点子，好，为什么会想出那个方法，在我的案子里面，然后在很多纷扰好几百人的案子里面，甚至我主持上千人的案子的时候，我都会有那个灵光一闪。我真的觉得神很爱我，在这当中，我就不断的柔软了我的心，所以我就重新的再去看到我的母亲，我真的能够体会到她的那一份爱，就是对于子女，我的哥哥、我的姐姐、我的弟弟，我能够感受到她的那份对孩子的关爱、担心，她愁烦。他希望我们都每一个都平安，都喜乐，但是有时候常常是不如意的是10之8九嘛，所以我会觉得我怎么那么幸福？是原来上帝早就选了我，早就爱我了，给我这一切。
所以呢，虽然我觉得我很平凡，可是我却可以拥有了这么多。因此，在我这生命不断的被改变，我真的是变得柔软。那在母亲在112年，她确诊了，她的心跳居然才20几。我回去看她写的记录，我说你是不是写错了？你的那个仪器是不是坏了？120几怎么可能还活着？我以为坏了，结果带她去看医生，真的，医生都吓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那个时候，我突然我也紧张起来，害怕我的母亲是不是在她这个岁数，她在内心里面还有很多的恐慌、害怕，尤其她这么的不舒服，我却依然在我的工作里面，我没有照顾她，没有陪伴她，我就下定决心。我每个下午，每一天，我都要去帮他。我就买了一个水疗机，我就帮妈妈每天做脚底、做脚的那个水疗按摩。然后呢，每一天我都很迫切的为我母亲得救来祷告，因为我不希望她还是现在那个传统的权势的辖制的里面。我妈妈很奇怪。甚至觉得跟女儿住弄会很糗，就一定要跟儿子住，所以他很多的地方他都被捆绑着。其实他天天因为他觉得他做不到，所以他就拿着那个100颗珠啊，每天都这样念。他可以念到这样，每次跟我讲话，我看着但我知道他心里那个愁烦、那个压力，所以我就特别我说：哇，神啊，求你来！你说，在我们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好希望我妈妈可以放下重担，不再为这些传统世俗一切的事情，甚至为她自己年龄的越来越大，他们担心害怕。我真希望她能够来认识这位神，所以我真的是迫切的为母亲来祷告，我也不断的来陪伴她。我希望她真的相信我是爱她的，所以我这样子做了。我真的每天她不相信我每天做，我可能每天可以去。我这样的每天去，每天做，然后呢，跟她稍微讲一下上帝、耶稣的事情。有一天呢，我就问她：妈妈，你有没有看我？你看我信上帝以后，我好快乐哦。我跟你也很好，然后一切都很顺利，你要不要一起跟我来信上帝呀？我的母亲居然说好啊！我想怎么那么简单啊？怎么会这样呢？我说真的吗？他说正经的啦，我要对你。我的眼泪掉下来，真的我的眼泪就滑下来了。我说神啊，谢谢你，我知道你要医治我的心。我一直觉得我那个伤害的心，觉得母亲不爱我，也不跟我，只会要求我。他对我的爱好像他都不能理解，但是他告诉我一杯对话。我说主啊，真是谢谢你，我知道上帝要医治恢复我跟母亲的那个真实的关系，让我真真实实的可以爱我的母亲。其实我母亲从小到大，她其实就是这么的爱我，但我就有一个心态，我就觉得她不够爱我，我就去比较，我觉得她爱哥哥、爱姐姐、爱弟弟，但是她就是不爱我。但是她这个时候，她说我被得力，我说神啊，感谢你，真的是让我重新恢复了我跟母亲的关系。妈妈真的，她不是说着玩的。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她108颗珠藏到哪里去了，从此不见了。然后她可以跟着我一样祷告，在家里要吃饭、出去吃饭，她说爱心祈祷哈。那你说哈，妈妈你祈祷，你祈祷靠好，她真的就会祈祷，就会祷告。我相信神真的进到她的心里了，因为像她这一次跌倒，她说啊不要紧啦，嘿耶稣会救我。她跌下去，91岁的人，
是不是很严重啊？医生说，哦，啊你那还用骨头还用不要紧，因为他就用手去压着，只有这个手腕的地方有一点骨折，然后肿起来，也没有贴药，也不用干嘛，就戴一个那个套子，好像比那个方慧姐还要好。我说这很神奇耶，然后有些人都是说髋关节会怎么样啊，什么会怎么样？伊讲我跟你讲，你没烦恼不要紧啊，不用吃药吗？不用吃药，就这样哎，就这样啊。现在其实它就是会肿起来嘛，现在已经消了。我真的相信，我妈妈真的相信，上帝与她同在，耶稣真的会救她，脱离她一切的苦难。感谢赞美神，我深信。我妈妈在神的保守里面呢，她身心灵都健壮，尤其她那个信心，让我觉得，她有点赢我嘞。感谢主啊！就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夕，我特别的感谢。那因为我妈妈是在前年112年的4月份，她就受洗了。那从此她真的，我觉得她是成为一个喜乐的基督徒啊，虽然。他不太懂，看得懂圣经，但是来到了我们迦南教会，谢谢牧师，真的是讲到让妈妈，我觉得他听得比我舅舅还要清楚。他常常会跟我舅舅说：“牧师公啊，你小那波拍掌。”他平常会讲，他跟我舅舅一起吃饭的时候，牧师公安诺啊，然后呢吃饭他会跟我舅舅说：“啊，你那无记得。”对，所以我相信。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改变了我的母亲，她从此变得很开朗，她不再去担心什么事。她包括我在国外的孩子，伊讲我拢有替伊祈祷呢，我拢叫上帝爱保护伊，甲帮助伊。现在她因为我有个孙子，就是我妈妈的萨波啊，他也一样啊，他说他都会为他祷告。所以感谢神，当神真的进驻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真的。让他在那里面，我们真的就有平安，有喜乐。我很开心母亲的改变，真的，我相信这个哥罗西书4章2节说，你们要横切祷告，在此要什么警醒感恩。我存着感恩的心，我真的要祝福我们每一个兄姐，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的家人，一个一个都得救。我们要更要祝福全家的母亲。在神的保守跟祝福里面，身心灵都兴盛健壮，然后祝福每个母亲都喜乐平安。感谢主，我要把一切的那个荣耀都要归给爱我们的父。谢谢。感谢主啊！我们听到丽玲姐她很精彩的见证生命的改变。她的妈妈单名叫香，姓邱香，冠夫姓就是吴秋香。所以下次做第一场礼拜的话，如果可以看到她，可以跟她打招呼，阿兄姐。那她也都会参加那个康姐的小组啊。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来归给神。好，感谢神。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请士林传道来分享他的母亲，我们也拍手来欢迎陈士林传道。各位兄弟平安，谢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做这个见证。民国53年4月26日，我的父亲过世了。2个礼拜之后的一个主日下午，我们为父亲做完了告别礼拜，然后把他的骨灰都埋葬完毕。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4点了。这个时候，我母亲把我们5个小孩叫到她的跟前说：“所有收的电椅跟你们父亲的丧葬费刚好打平，所以没有剩下1毛钱。明天我们大家都没有饭吃，你们也没有便当可以带。”然后他就嚎啕大哭，他说：“上帝啊，怎么会这样？”他念了一个经文，
他说：“你不是说你不丢弃一人，他的后裔也不会没有饭吃吗？”然后哭着哭着就去睡觉了。我跟我弟弟呢坐在客厅，心里很难过。我们一点都不能做什么。那时候我是高一，我弟弟是国二，所以我们坐在客厅默默无语。只是很难过，不能帮妈妈什么忙，这样子过了差不多6、7分钟，突然篱笆的门有人在打在拍啊，单身你嘛，叫我妈妈，我们那个声音好熟悉，是林雅教会的林长老，我爸爸的好朋友，我就叫我弟弟说，赶快去叫妈妈起来，我出去开门了，我请林长老进到我们的客厅，他后面还带一个客人，穿得蛮体面的。然后一进到客厅，这个林长老就跟我妈妈讲：“丹贤你好，我知道你的手艺不错了，所以我带了这个 YWCA 的总干事，他们有玫瑰花要请你做，你看看能不能做。”接着这个总干事就开始讲了，说我们高雄女青年会呢有一个合唱团，60个人。这个合唱团呢，最近做了制服，红色的那个丝绒的长裙，白色的上衣。如果再配上一朵红色的玫瑰花，那么这个阵容呢就相当亮丽壮观。所以，我从日本带了一朵玫瑰花来让你看看你能不能做。说着说着就从口袋拿出一个盒子，打开一看，是一朵红色的玫瑰花，非常漂亮。我母亲拿起来看了很久，看了一看，她说：“这个可以做，可以做。”然后那个总干事又接着说：“60朵玫瑰花哦，7月初就要了，因为7月初我们要比赛，那时候是5月初了。然后我母亲就说，我可以接这个工作。她说我们女青年会每一朵玫瑰花想用300块请你做。他拿出的那一朵玫瑰花是日本制的，他说这一朵花是要500、600块的，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然后我妈说我愿意接这个工作，然后他就从口袋里面又拿出一个很大的皮夹，里面呢就掏出一把的钱，数了25张，都是100块的。那时候100块是最大的钱。给我妈妈说，2500块，先给你做定金，其余的你需要的时候再告诉林长老，再告诉我。后来他们就又寒暄了一会儿，就把客人送走了。送走之后呢，我妈妈回到客厅又开始掉眼泪了。不过她这次掉的眼泪呢，不是爱哭的眼泪，她是感动的眼泪。她说：“上帝真是真实的上帝。”请打第2章的 PPT。他曾经说：“我不撇下你们，也不丢弃你们。”然后我妈就擦着眼泪，把2500块呢就收好，就收到房间去了。然后他拿了300块，他走出来了。他说：“世林啊，我们赶快趁着天还亮，去菜市场买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明天全家都有饭吃，我们也有便当可以带。
这个就是我所信的上帝。我把这位上帝介绍给你们，信靠他的人一生蒙福。最后，我想要告诉大家，即使全世界把你的门都关掉了，上帝仍然会为你开一扇窗户。我们把最大的掌声、最高的荣耀献给这位上帝。感谢主啊，让我们能够听到士林传道啊，也是敏哲的阿嬷的这个故事还有经历啊。好，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好，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好，都能够因着上帝，让我们更加相信神是信实的上帝。我们的333祷告会已经来到5月份了，我们从1月份为财务蒙福祷告，2月份好为工作学业来祝福祷告，好3月我们为重担能够得到释放来祷告，好上个月我们为已故的人能够来安息来祷告，好那这个月我们母亲节要为母亲来祷告，那为母亲来祷告，好刚才透过我们听到士林传道妈妈的祷告，用神的话。也听到丽玲姐，好，她从学习圣经，然后开始来受洗，好，然后开始来改变自己的生命。我相信啊，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好，这个母亲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的。如果讲到圣经当中的母亲，好，不晓得大家你会想到谁？可能会想到有没有听过玛利亚？她的儿子是谁？耶稣。哈拿的儿子是谁？撒母耳。利百加的儿子是谁？一对双胞胎，好，以撒、雅各。约基别的儿子是谁？这个就很少人听过。好，他的儿子呢？好，其实应该你都对，好，就是摩西呀，好，摩西，好，所以他就是暗兰的妻子，好，叫约基别，就是摩西。还有他的哥哥亚伦，还有这个他的姐姐米利安，好的妈妈叫约基别。那为什么我们读出埃及记都读不到这个名字呢？好，因为你要读到民数记的地方，好才会发现哦，原来这就是那个暗兰的妻子，好，他的3个孩子，摩西的母亲叫约基别。可能我们都认识摩西，好，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机会认识摩西的母亲，好，但是呢，摩西的母亲有没有很伟大？她做了什么事情？把它藏起来，然后呢，然后他的姐姐米利安也很勇敢的，好跟着这个芦苇做成的这个摇篮，好一路跟，就跟到了埃及的皇宫里面去，让他的弟弟摩西好能够成为埃及王子啊。好，摩西这个名字就是拉上来的意思，好，就是把他从水中拉上来。所以上帝也提拔好这个困苦穷困的人，好像我们刚才透过丽玲姐的见证，好听到阿香姐的故事，好真的是很感动。好，但是在早期的社会，早期的台湾，好这么艰难的环境，但是那个时候的母亲，大家都生几个？好几个。好在今天这么优渥的环境，好这么优渥的社会，今天的母亲都生几个？好。越生越少，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好，但是呢，以前的人环境越苦，他却不觉得生小孩很苦；现在环境呢越舒适，好，觉得生小孩好越来越辛苦。不过呢，今天的母亲节，好，其实很多都变成是商业化或是世俗化的行为，好，比如说今年的母亲节再过几天，大家会是想什么？吃饭，然后呢，送花，还有呢？礼物、卡片，好，那还有呢？好，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是什么？为她祷告。好，所以其实母亲节呢，我们今天都跟圣诞节一样，哇，这个圣诞节都看重的是要过什么圣诞节的 party 啊，送圣诞的礼物啊。但是母亲节，好，其实呢，最重要的、好最好的礼物，就是为我们的母亲来祷告。祷告要对母亲说什么？谢谢妈妈，好，感谢妈妈，好，所以这个谢谢妈妈，你可以当面的跟妈妈说，如果你还有妈妈，妈妈还在地上，你还能够跟她说话，好，还能够见到她，好，你应该要好好的来谢谢她。但是你不一定能够见到她，不一定能够对她说话的时候，你可以在哪里跟妈妈说谢谢？
在祷告当中跟你的妈妈说谢谢。好，我知道有的人可能没有见过妈妈，或是很小的时候妈妈就不在，但是呢，好，用祷告来向母亲表达感恩。上帝好，他是使命必达，会把我们心中的这份感恩带到我们的母亲的身上，还有带到她的生命当中哦。即使我们知道很多的母亲都很坚强，好像刚才听到阿香姐的见证，好这么坚强，好这么小好的这个刚嫁童养媳，然后就要开始来吃这么多的苦啊。但是在坚强的母亲，好也需要祷告的支持啊。好，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到说，邀请丽丽姐来见证，好分享，好她会讲的这么让这我也没有前面没有听过，好，但是真的是上帝的安排，好，所以我们在4月份开会的时候，这个大家觉得说可以来推荐丽玲姐来分享，好，就听到是阿香姐，好这个很棒的见证。即使好再坚强的母亲也需要祷告的支持。好，但是妈妈她所希望收到最好的礼物，好，不是只有香水啊、玫瑰花、康乃馨啊，而是妈妈能够希望收到礼物，就是她能够被接纳、被懂得、被理解。好像刚才听到这个丽玲跟妈妈之间的这种关系能够破冰哦。好，本来是一个一个好像互相依赖，好，但是又因为比较，好，又因为这个心里面的过不去，好，跨不过去的门槛。但是因着基督的爱，好，因为成为基督徒受洗之后，好，那丽玲姐很努力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好，所以当她开口邀请妈妈来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妈妈也真的看见好这个女儿的改变，好，一口就答应，好啊，我对你来，我对你来。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好，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好，要来一起为我们的母亲来祷告。好，那牧师也找了准备了7个，好，我们如何为我们的母亲来祷告？第一个，我们要为我们的母亲来祷告，就是要感谢神赐给我们有慈爱的母亲。好，如果我们会常常感谢，为我们的妈妈来感谢，好，那我相信这个祷告你已经很老练。但是如果你很少，或是从来没有，好，那今天这是你的一个机会，好，能够好好的来感谢你的母亲。好，可能你觉得你的母亲不够爱你，或是觉得你的母亲爱你没有比别人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少的时候，但是我们依然要学习来感谢。好，所以在这里牧师有一个祷告文，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用这个祷告文，一起来学习感谢神。请，亲爱的天父，我满怀感恩到你面前。感谢你赐我如此美好的母亲，她是你爱的见证，她是你恩典的管道。感谢你借她的双手供应我的需要，透过她的教导引导我走在正直的路上。她的温柔与坚强使我在困难中体会你永不止息的爱。主啊，我将我的母亲交在你手中，求你纪念他一切的付出，赐他从你而来的安息与力量，使他经历主丰盛的生命。愿我母亲因你而喜乐，邻里永得安慰与更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第一个呢，好，就是要为有这位生你的母亲来感谢，不论她在你身上好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好日子生活，但总是要感谢。第二个要邀请大家为母亲来祷告的，就是为需要修复的关系来祷告。或许我们与我们的母亲的关系有的非常的好，非常的亲密，无话不说，好像能够像这个丽玲姐能够跟妈妈这样子的在一起。但有的呢，也有可能是和妈妈的关系很不好，或是中间有结好卡住了，好中间有门槛好高墙阻挡而跨不过去。所以我们要用接下来这段来祷告，来为我们和母亲或是母亲和儿女之间的修复的关系来祷告。好，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亲爱的天父，你是修复关系的主，是和好的源头。我为与母亲或子女关系紧张疏远祷告，求你亲自介入，在心灵深处动工，软化刚硬，医治伤痕，让彼此能重新对话，愿意聆听、学习、理解与包容。
请帮助我放下自尊与执着，选择爱与饶恕，让我被主爱充满，并分享给我母亲或孩子。求你开启修复的路，懂得在对的时间，用对的语言传递心中的爱与悔意。我渴望健康和好的亲子关系，也愿这份爱成为代代相传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当我们开始为修复关系来祷告，圣灵会动工，上帝也会借着环境来兴起。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为这样子的关系来祷告的时候，相信我们都能够经历上帝在这个关系当中所带来的突破还有作为。第三个，我们要为单亲的母亲们来祷告。好，在我们当中，或是我们身边，以及这个社会、这个世代当中，有很多的孤儿寡妇，有很多的单亲的母亲，现在有很多单亲的父亲啊。我们要特别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祝福。亲爱的天父，你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伸冤者。你在圣所中看顾每一位孤独无助的心灵。我们特别为单亲妈妈祷告，你看见他们日夜操劳，承担重担，甚至在孤单中仍坚强前行。求你赐他们力量与平安，成为他们的避难所和依靠。愿你的慈爱如同家一般温暖他们，让他们在困境中不致孤单，得着盼望和安慰。求你引领他们的脚步，赐智慧与恩典，让他们的付出能结出丰盛的果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不论我们是自己，或是身边，或是周围有这些单亲的母亲们，其实他们要身兼父职，而他们更需要的是更多的祷告，更多的支持，也相信有上帝的同在，能够让这些的母亲能够成为儿女的遮盖还有祝福。第四个，我们要为这很多就是为年长的母亲哦。好，那我们的母亲都比我们年长，当然年长身体也是会衰老，而越在年长的时候，我们越要为他们的健康、为他们平安来祷告。好，让我们用这段祷告文来为我们年长的母亲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我慈爱的母亲，求你天天保守她，愿你的祝福临到她，不论早晨或夜晚，都被你的慈爱所围绕。请你保守她的健康，使她不受病痛搅扰，平安喜乐地度过每一天。愿你慈爱的手扶持她走过年老的道路，使她胜过孤单，胜过疾病，胜过死亡的权势，真实经历你温柔的看顾与医治帮助。也求你帮助我们做儿女的，用爱心与耐心陪伴，一生成为母亲的帮助与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这在我们教会的群组当中，好，我们有今天的祷告会的投影片。好，你也可以把这些的祷告文，可以把它留下来，好，可以成为常好的祷告，或是分享给你的儿女，也可以请你的孩子，好，来为母亲们来祷告。第六个，我们要为对不起，是第五个，好，要为刚刚当妈妈的新手妈妈来祷告。这些新手的妈妈，好，她们从女孩子好变为妇女，好，那她们经历了上帝所赐的礼物，好像这个玛利亚一样，好，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画作，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些妈妈们，好，她们不仅是要孕育生命，她们也要来传递上帝的爱还有教导。好，所以这些年轻的妈妈们，好，也需要我们为她们来鼓励，为她们来祝福。过去年轻的妈妈，好，除了要照顾孩子，还会遇到婆媳的问题，还会遇到好嫁到先生的这个公公婆婆的家中，好学习相处。好，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好年轻的妈妈有很多的人好来帮忙，好，但是最好的祝福就是为他们来祷告。所以我们有没有想到身边有
刚刚当妈妈的人，新手的妈妈，好，在我们的小组当中，或是在我们的周遭当中，我们也可以用这段文好来送给他们，为他们来祷告祝福。来，请，亲爱的天父，祈求你赐给每一位母亲充足智慧，使他们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成为孩子的榜样，也能彰显基督耶稣的样式。求你祝福新手妈妈，使他们付出的精神、体力、时间、工作机会、青春等等，都在你面前看为宝贵。求你赏赐他们更多的信心，因为每一位儿女都是你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宝贝。愿每位母亲在育儿过程中充满喜乐与成就，真实体会圣经所说：看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这些愿意结婚生孩子的妈妈们，好，其实真的是很棒、很重要，好，也很伟大，而我们需要更多的来为他们祷告祝福。还有很多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准备要生孩子的，我们也要为他们来守望。好，愿上帝能够带领他们明白，好，身为一位母亲，好，真的是人生当中一个成长，也是一个蒙福的过程和阶段。第六个，我们要为已经离世的母亲来祷告。虽然这些妈妈好已经没有在我们的身边，或许她安息在主怀，或许我们她可能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们知道在上个月我们有为故人来祷告，知道每一个都是神所造，每一个灵魂都是神所爱，所以我们也用这一段的祷告文，为这些已经离世不在世上的母亲，为他们来祈祷。请，亲爱的天父，在这怀念母亲的时刻，求你让那无声的思念转化为你的祝福，求你特别拥抱每一颗不舍的心，在思念中注入你的平安，在泪水中仍能看见母亲所留下的祝福。愿你帮助人们在怀念母亲中找到感恩，在失落中找到信靠，深信我们所爱的母亲永远安息在你荣耀的怀抱中，不再有病痛，也不再有眼泪。求你在日常生活中提醒他们，母亲的爱仍然存在这个世界上，提醒他们不会是孤单，你的爱永远都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当有一些母亲离开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为他们来守望祷告。而最后的祷告，我们第一个是为上帝赐给我们妈妈来感恩，第二个祷告是为需要修复的关系、母子关系、亲子关系来祷告，第三个为单亲的妈妈来祷告，第四个为年长的母亲健康平安祷告，第五个我们为新手妈妈，第六个我们为已经离世，最后我们要为还没有信主的妈妈来祷告。还没有信主的妈妈的祷告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开始为她来祷告，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个妈妈看见上帝在她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儿女的身上的动工，让我们能够用上帝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引导母亲更认识神。当我们的母亲认识神，她就学会交托，她就不用再像阿香姐这样每天一直有这个数这个佛珠，来把他的忧虑重担卸下，而是能够凡事交托仰望，能够卸下给神。所以我们最后用这一段祷告，来为未信主的母亲们来祷告。请，亲爱的天父，今天我特别为我亲爱的母亲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透过她的生命赐予我无尽的爱与关怀。虽然她尚未认识你，但我相信你已看见他生命中所有的美善与牺牲。主啊，求你向他的心灵说话，让他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你奇妙的同在与慈爱。愿他的生命被你的平安与喜乐所充满，使他渐渐明白这超越世界的爱来自于你。愿你的恩典如同清晨的甘露，滋润他的心田，
愿你的真理如同明亮的晨星，在适当的时刻引导他认识你。恳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当我们在母亲节的这个月份当中，我们有机会和母亲和家人一起聚餐，或是一起聚会。以上这7个祷告，都盼望我们都可以派上用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不仅是母亲蒙福，全家也都要蒙福。每一位母亲都是神心中的宝贝女儿，阿们吗？所以有时候呢，你的妈妈虽然是你的妈妈，但是如果你从神的眼光来看，她也是神的女儿，也是神所爱的。有时候你比你的妈妈早信主，早认识耶稣，你可以成为她属灵的这个遮盖和祝福。所以为我们还没有信主或是我们的年长的母亲，也是为生养我们的母亲，为她来祷告，让她也能够认识神，让神能够开她的心门，让她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好，最后我们牧师用这4个经节来祝福我们的母亲。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诗篇28篇第7节，我们把这个我改成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好，我们一起来宣告，请。耶和华是我的妈妈的力量，是我妈妈的盾牌，我妈妈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诗篇28篇7节，阿们。诗篇138篇第8节，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好，我们也把这个我改成我妈妈。好，请。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妈妈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38篇第8节。好，所以我们用这个经节来宣告。耶和华要成全关乎我母亲的事，因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赛亚书43章第4节说：“神说，因我看你为宝贵，又因我爱你。”我们把这个你改成我母亲哦。好，我们一起来宣告：神说，因我看我母亲为宝为尊，又因我爱我母亲。好，神这样子宣告。好，所以神要爱我们的妈妈，把她看为至宝，看为至尊。神要一生一世与她同在，永远不离开她。以赛亚书60章20节，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这是一个宣告，也是一个祝福。神给以色列人宣告，也可以宣告在我们的母亲的身上。好，所以我们把这个你改成我母亲。好，请。我母亲的日头不再下落，我母亲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我母亲永远的光，我母亲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好吧，以赛亚书60章20节。当我们今天开始为我们的母亲来祷告，不论我们的妈妈有没有在我们身边，但是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把我们在这里所求所想以及我们所献上的都要来化为祝福。愿上帝赐福于我们，也愿上帝能够与我们同在，不是只有在今天晚上祷告。如果你拿到这个祷告文，你可以在这个月份当中一天一天每一天的为母亲来祷告。祷告的是在这个月当中，你就要看见上帝在你母亲身上所带来的祝福恩典，你就要看见神在我们的母亲身上所失落的恩惠。我们祷告，愿上帝能够与我们的母亲来同在。牧师在这边也预告，下个月6月份的祷告会，我们要为毕业生来祷告，为这些毕业的学生的生涯来祷告。这是我们在下个月份，这是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邀请大家，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神是爱，神是日头，神是亮光，神的爱让我们想起我们的母亲的爱。神灵啊，求你来，我
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求，你检查我的心，使我走在主神旨意，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这个时候，我要请大家来为我们的妈妈来祷告。无论以上的祷告，你有开口没有开口，都从我们的心中把最好的祝福、最好的感恩来献给我们的母亲。我们一起来祷告。透过今天在这里这个时刻，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感谢我们的母亲，感谢我们的妈妈含辛茹苦的把我们生下来。谢谢我们的妈妈愿意把我们生下来，养育我们，好照顾我们。即便我们的妈妈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许有软弱的地方，或许有她所面对的挑战的地方，但是神，你都透过她，让她能够把上帝的恩典带到我的身上。主，我们要为我们的妈妈来祷告。第二个，我要邀请大家为我们的跟妈妈之间的关系更好来祷告。愿上帝借着圣灵，借着耶稣的宝血，让我们跟妈妈有更和谐美好的关系，和我们的儿女有更和谐美好的关系，让我们的下一代亲子之间都能够有上帝的祝福。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要为亲子当中每一段的关系来祝福。主啊，求你也特别为关系紧张或是遭遇疏远，主啊，求你来介入，主啊，求你来掌权，主啊，让那个刚强能够软化，来医治那个伤痕，主啊，求你来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主啊，使他们能够靠主刚强，靠主刚强。谢谢主，求你来修补，来修复，来医治这个亲子的关系。我们为我们当单亲的妈妈来祷告，为他们来祝福，为他们一起同声开口为单亲妈妈来祷告。主，我们要为单亲的母亲们来祷告，因为神，你要做成奇迹。主啊，你要在这些单亲的母亲、单亲的父亲的身上来彰显大能。主啊，使他们能够靠主，能够得到遮盖。主啊，求神你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度过每一天，带领他们度过每一个时刻，让他们所做的主啊都能够来荣耀你，彰显你的作为。最后，我们要为还没有信主的妈妈来祷告，为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妈妈，求神动工，透过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守望代祷者，让这些妈妈都能够早日成为上帝宝贝的女儿，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宝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为我们的妈妈来祷告。主啊，求神来使用他们，主啊，让他们一生主啊都能够在神的手中，主啊都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主啊，求神你带领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在上帝的爱中认识神。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
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心不住赞美，我力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最后，我们用这首歌。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感谢神，感谢主，好，让我们都能够经历上帝的祝福，也感谢上帝能够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祷告会，再次为我们的母亲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这母亲为母亲献上感恩的日子月份，我们操练更多为我们的母亲来祷告，使我们的母亲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女儿，每一天都能够活在神的心意当中。不论的母亲在何处，在什么地方，我们对母亲的感恩，对妈妈的思念，主你都要把它传送到我们的母亲心中。主啊，我们也愿神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姐妹，特别是年轻的母亲还有年轻的姐妹。主啊，愿神你也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塑造，能够有玛利亚的心智，也让他们能够将来成为母亲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来活出神你美好的形象。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常与每一位母亲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么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感谢神，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好，我们彼此请安。好，愿神祝福大家平安。